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第一个主日真感谢主，互咱会当做伙相共来敬拜。咱做伙相共来敬，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当咱第一日，当咱第一日，要欢喜迎受，要欢喜迎受。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当咱第一日，要欢喜迎受。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当咱第一日，当咱第一日，要欢喜迎受，要欢喜迎受。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当咱第一日，要欢喜迎受。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诗篇118篇24节甲咱讲，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伫中间，伫内面，咱要做相共欢喜。我的圣经跟我们讲说，要高兴，要欢喜，要欢喜。咱今仔用欢喜的心，嘛用喜乐的灵来到主的圣殿。咱甲边仔人讲，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甲边仔人讲，咱拢伫中间
单的欢喜快乐，来个三个来听。这是啊我，这是啊我所领的日子，所领的日子，咱日子里，咱日子里，要欢喜人生，要欢喜人生。这是啊我所领的日子，咱日子里要欢喜人生。这是啊我，这是啊我所领的。这是啊我，这是啊我所领的日子，所领的日子，那日子里，那日子里，要欢喜人生，要欢喜人生。这是啊我所领的日子，那日子里，要欢喜人生。这是啊我，这是啊我所领的。咱做拍鼓啊好无？咱做拍球无？哦，咱做打节奏好无？好，来，这位三个来哦，好来。这是啊我所领的日子，所领的日子，咱日子里，咱日子里，要欢喜人生，要欢喜人生。这是啊我所领的日子。咱日子里要欢喜人生，这是啊我，这是啊我所领的日子，这是啊我，这是啊我所领的日子，所领的日子，咱日子里，咱日子里要欢喜人生，要欢喜人生。这是啊我所领的日子，咱日子里要欢喜人生。这是啊我，这是啊我所领的日子。哦，阿门，哈利路亚。哦，真感谢主，每一日拢是啊我所定的日，咱欢喜用欢喜的心来荣耀咱的主。圣经嘛讲，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唯有靠耶稣的圣名，特助耶稣圣名。特助耶稣圣名，特助耶稣圣名，咱就靠的人生。特助耶稣圣名，特助耶稣圣名，咱就靠的人生。
要去出征的时，是爱宣誓，是爱有决志，真正是有气无过。哦，咱爱靠主耶稣的圣名，哦来征战，迄个征战真像有人保罗写信所甲咱讲的，迄个征战好的征战，踮咧拜日，牧师去家己海互阮感觉，我感到了，我再是要倒来，我感觉主互我还佫有开来，我欢喜台南人生路，因为我甲广告一下，差不多点外钟就到台南，我欢喜人生路参加即一万咱台南中的牧会苏牧师的就任礼拜，当然阮伫时代甲伊有相拄着，无去无代志，去的时阵我感谢主，拢是我的学长或者是我的学弟，咧伫遐参加伊的就任，过去嘛，咱当年所开拓的水教会，甲我做实习同感情。了后咧，4点外结束了，上帝搁有我后悔啦，拢靠主耶稣的圣名，我全去延平教会参加玉山新人医感恩音乐会，内底有台湾族、布农族、鲁凯族，还佫有赛德克族，也所有，还佫有足侪玉山新人医的新人者伫遐，真感谢主。无去无代志，有去咧拄着迄天我拄着院长，我咧思干牧师，佫有拄着过去小拄着做工工会的原住民遮的同伴因唱歌不用麦克风就很响亮很大声，然后3个人去唱，好像300个人在唱歌。感谢主，即摆愈来愈侪人咱最后来唱，咱做开声来唱来。靠主耶稣生命，靠主耶稣生命，咱就到尾的声。靠主耶稣生命，靠主耶稣生命，咱就到尾的声。耶稣生命光光的，上帝主爱真丰盛，我靠耶稣宝贵生命，咱就到尾的声。若是可以骗大，免搁靠着阮的行动来互主你的名得胜，伊就会叫出所有名。今日咱陪伴心来礼拜，咱来吟回敬的405首。
伊用智慧创造天，伊甲地铺伫水的顶面，伊创造大的光体，伊用日头管理日时，伊用月甲星管理年时，伊的慈爱永远恒常。咱来吟圣诗，圣诗第6首，上帝创造天甲地。咱来起立，来吟全首。咱有人听着，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流胎，对在接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临来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也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听者。咱要来启用文第58，启文第58，罗马书第8，来，现着我来启，咱兄弟来念。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
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那安尼，咱人会当甲伊定罪。伊已经死，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迫害，是骄傲。照圣经所记载，阮互人看做伫要杀的羊。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现今也是将来的，这声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咱同心码头来祈祷。全地啊，着水上主欢呼，着欢喜来敬拜上主，着唱俄乐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着用感谢进入伊的门，着用上赞入去伊的城，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煞到永远，伊的信实直到万世代。上主啊，求你听阮的恳求。照你的信实甲富有，公义应答阮。上主啊，求你解救阮，脱离阮的对敌，互阮通走去美伫你遐。也求你教示阮遵行你的旨意。愿上主良善的神引带阮行伫平坦的路。你的话语常常要帮助阮。当阮困苦病痛的时，你扶持医治；当阮心内丧伤的时，你安慰你的话。要扶助阮，你的慈爱要润泽阮的心。阮恳求你天开天，用圣神不时的扶持帮助。愿阮的士大人有义上，阮的少年人有勇壮，传福音。着拍拼，服侍主着肯望来欢喜，伫患难着不时祈祷，互阮甲欢喜的人做伙欢喜，甲哀哭的人做伙哀哭，着专心全意仰望上主。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正歌队要带领来吟诗，美丽光明舞。咱来强守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创世纪1章的26节到31节，以及彼得前书4章第10节。咱首先来看创世纪第1章的26节到31节。创世纪第1章26节，上帝讲：咱着照咱的形象，照咱的款式造人。互因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地上的精生甲野兽，以及伫地上得白的动物。上帝就照伊家己的形象创造人，依照伊的形象创造因，有男有女。上帝赐福因，对因讲：着生炭耕天真济。充满全地，搁治理全地，嘛着管理海里的鱼、
天理的鸟，甲地上所有会震动的生物。上帝佫讲：我将全地所有会结籽的菜蔬，及一切有种子的果子树，拢互恁做食物。地上逐种的走兽，空中一切的鸟仔，甲伫地上所有得白的活物，我将青色的菜蔬互恁做食物，代志就安尼完成。上帝看伊所做的一切真好，有下昏有早起，是第6日。佫一位的圣经伫彼得前书4章第10节。彼得前书4章第10节，做上帝所赐逐项恩赐的好管家，就照逐家人所得到的恩赐，互相服务。下面牧师要宣讲的信息，好管家的本分。恭喜大家，即摆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环境主日，也是为着咱世界环境日世界环境日来做关怀这地球关怀咱所住的土地的事，愿上帝手帮助。牧师顶礼拜礼拜日已经去到盐埕教会。音乐会结束了后，加在7点钟这所有无论伫牧会的遮个原住民的牧者、家庭，也是遮个新学生，因特别是咧为着这4月04、03的大地震有3星人伊有建筑本有遭受一寡遮个损失，为着遮北地教会为因奉献。其实本地教会若占因学院的方圆至少差不多8成，已经是超过8成。所以靠原住民家己的能力要来起造新学院，也是因为教会硬体有所困难，嘛得到盐埕教会的好意伫遐来举办一个感恩的音乐会。第一场的音乐会特别感受到。原住民甲即个土地迄种的亲密疼，用因的音乐，用因的歌声来唱出对土地、对上帝的感情，以及对上帝听的回应。我咧想讲，因敢有真正天生就那么会唱歌吗？平地人就天生那么不会唱歌吗？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啦，我在想这个问题。其实咱哪甲唱出来，咱用歌声唱出来，迄就代表咱的歌声。即上帝爱听的声，当啊亲像，迄鸟仔伊也无学过声乐有的鸟仔咧叫足好听，有的鸟仔咧叫，甲你会感觉足吵，你敢知影啥物上吵？你敢知？孔雀，孔雀咧叫足歹听。虽然孔雀的羽毛，伊的毛真水，但是伊的叫声足吵，就毋是，你甲 Google 者，即马金门就是因为孔雀泛滥，孔雀泛滥，你开车拢会搞着孔雀，这孔雀。为什么一场的风台10几只的孔雀走了14只呢？即马要几6000只，有可能上万只。规个金门岛遮尔细岛数，4季拢会当看到孔雀。这是外来种的，这是人为，也是不小心，一个叫做美丽的错误。有人专门去金门看孔雀。它就是野生的，就停伫咧树仔，有当时伫咧田底下，咧食虫。有当时你过路可以看到大只的带细只，
愿上帝想帮助咱。要转来时，上帝互我有开啦。我已经9点外呢，我搁拼转来台中咧，我无所在通去咧。安那靠着耶稣圣名，今仔歌声吼，咱的会情师甲咱讲咧，靠耶稣的圣名。但是你讲我靠着耶稣的圣名，拢一路车顶，互你顺利到台中无啊。迄伫迄公山无代无志塞车，毋是车是咧做路，高速公路咧翻新啊！咧10点外要伫做路，塞半点外钟，我加半点外钟。我这目睭拢用要已经已经听音乐会已经听到我已经身心俱疲啊但是安那，迄加半点钟上帝嘛，互我安那。靠着耶稣的圣名，佮互我有精神咱平安转来到台中上帝想帮助咱。顶礼拜去海丰仑教会去较知影讲他们没有单枪设备，要安怎？要安怎？我就问伊个师傅讲，你有单枪无？因为我等下要放这伊讲没有，没有。因为我 PPT 有传到伊个牧师啦。伊牧师暗时也有甲我回讲，我们没有单枪设备，但是我无看。我想讲，你还是礼拜安怎有单枪无？伊讲好无？好礼加在，好礼加在。我家己阁有炸圣经诗，因个师傅甲我问讲，牧师你有炸圣经诗无？有啊，我当然嘛有炸。迄个时候要预备，亲像迄10个童女，那4个童女。5个有准备，加准备油，5个准备无够。咱3个来祈祷。听头的主，感谢你。阮知主你升天，这伫地上帝的正边，伫遐要听候过来日。阮要活的是主你互阮恩典，因为阮要搁做罪人的事，阮受你的拣选，正做你的儿女。今仔日是环境主日，嘛，互阮做伙来关心阮所住的环境，以及阮所存在的地球，以及上帝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互阮做伙的管家，因为这是上帝你所托付互阮的使命甲任务，互阮为着美丽的土地的环境来做伙努力，愿上帝帮助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今仔是环境主日，咱做伙体验咱的环境。咱的环境是哪来哪好，也是哪来哪无好，这拢处在伫咱所活的每一日。咱是咧搁较侪的保护，也是搁要搁较侪开发。我想开发对咱人来讲，适当就好，但是这适当要安怎来定义？咱嘛知影讲，哪来哪侪的田地变做建地，在座你的田地若变做建地，感谢主，因为上帝赐予你，一倍变10倍。因为这过去台湾的社会发展，足侪所在已经有经历着。我过去所牧会的泸州嘛是安尼，今嘛搁咧吵，因为安那，因为台积电一句话，因为黄仁勋一句话，哇！迄边仔土地就搁起就搁水涨船高。即摆讲新的建地一坪要100几万。所以教会若要建堂，也是要买厝体啦，要快小可大家分享。我要去北部牧会时，教会根本无牧师馆，但是因有传好要买牧师馆，总是伫3年前。1000万，因割袂落去啊！3年后起300万，不得不嘛爱割，1000万变1300万，1300万，佫是二手的，买我20年的厝，也毋是新的所以人的开发，我想这有当时拢来自人的欲望所以基督徒有必要，咱做伙来思考，敬神爱人。工读经，常常祈祷，温群聚会，甘心乐意奉献，
带领人来归主服务社会。第8项维护生态，嘛是今仔日咱的主题真要紧，要甲大家三角来分享。因为人的经济活动所带来，咱会当向上帝来交代嘛。咱的经济活动所带来是真侪的成本，土地付出的成本。中国真做世界的工厂，这是无法度否认的事。但是咱回想起控年当疫情发生的时，你知影无？1月份，哇，拢是空气污染。左边那一张图，2月份开始袂当聚会，袂当做工课，大家拢爱居家隔离，开始封城的时，我想哇，空气变好啊！这是BBC 的新闻做一个互相对比的图片，互咱一目了然，互咱清楚讲，只有短差1个月，这空气的品质就差哩多。其实咱台湾的空气，中南部普遍来讲是属于当时普通甲较歹的程度，拢是黄色到橘色。但是你看花莲，永远是绿色。即摆咱的气象局、气象局的网站，毋是干那咧甲咱报道气象，今仔日会落雨，还是明仔载会落雨，还是今仔日风台要来，明仔载要做大水，毋是，还佫有包括空气，地动等遮的，甲咱有报。迄时咱看欧洲嘛是共款，19年甲2020年差1年，你看迄橘色红色、橘色就缩起来。这是人的经济活动，是毋是会带来咱经济活动带来什么？这是咱爱去思考嘛，对咱的圣经、对神学、对上帝的角度，咱做伙来思考。佫会记得迄阵封城的时无？野生的动物就进入了城市。其实人经济活动是甲咱的野生动物有时拢产生一种紧张的关系。包括最近因为台湾的山地因为环境的保护哪来哪好，造成台湾黑熊这有一个 V 字形的白色的这台湾乌熊，哪来哪到浅山，就甲人会产生一种紧张的关系。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在这，恁若有咧爬山，即马伫浅山就可以看到台湾黑熊了，所以你要小心看到乌熊毋免惊所以我上帝帮助咱，这是人甲动物的关系。当咱人拢无要经济活动减少时，动物就入来。其实咱离野生的动物应该是足近的才对。毋相信你暗时你注意听，差不多11、12点，有猫头鹰在叫，真的，呜的一声，迄就是猫头鹰。为什么我知影无？阮毕业旅行去兰屿，阮住伫兰屿教会的长老伊经营民宿，就带阮去山顶看猫头鹰。伊就模仿，他看是模仿公的还是母的？伊若模仿母的，迄只公的就会叫；若模仿母的，边仔一公的就会叫。两种声音拢会晓经的，他都会装的。这就是原住民甲即块土地遮尔亲近，佫会晓模仿猫头鹰的叫声。所以我就在讲，真的就是猫头鹰的叫声，远远的远啊。这点是讲咱遮的公园有遮的鸟歇伫咱的中间，歇伫咱的中间。当疫情的时，遮的羊山羊去霸占即个英国威尔士的小镇，希望咱台中若封城，毋知啥物会走落来是高山还是山墙所以咱看到足侪动物已经绝种，已经灭绝。包括台湾云豹，台湾的山顶曾经是有云豹的，但是野生的即马找无你若要看，只有去博物馆看啥标本，
可是是日本时代留落来。咱想看嘛，人甲动物的关系，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包括天顶飞、海里咧游的，以及涂骹咧爬，包括用两只骹行路的人。这动物，咱甲因的关系，这其实咱是生存伫即种的环境的中间，照你讲是安尼。咱甲大自然界应该是有一个平衡点。总是这个平衡点，如果若失去平衡，咱人类爱伫咱的神学的内面来反省、来改进。过来爱想看嘛，你食的，你吃得安心吗？你食的物件有污染无？有农药无？你食的是健康无？我知影即摆人拢注重食的养生。包括要食物件，进前拢会看哦，这到底有掺啥？咱的法律嘛有规定，你的食品爱足清楚，甲消费者讲内底有掺啥物物件。你若有掺防腐剂，你着爱写。当然有诶袂甲你写防腐剂啊，有诶会写，有诶甲你写伊诶迄化学名。吼，所以咱尽量食吼。原形食物、原形的食物，较莫食加工的食物。若是加工过，吼，你若当减少食，就会减少食一寡，因为人工加入的色素，也是防腐剂，也是化学的物件。所以咱想看觅啊，你食会安心无？今日圣经讲，上帝备办这的菜色，互咱做食物。愿上帝帮助咱。因为安那饲的咱嘛惊伊到底有注射无？吼，讲到食品安全，大家拢心内喵喵，啊，你食会安心嘛？因为过去咱中部的台湾吼，因为迄食品用迄歹的油，南部用迄回收的油，吼，佮来做制作，吼，互人食着这无好的物件，所以咱的政府开始咧，吼，掠这无好的这厂商，所以会注重这食品安全。这是差不多大约也要10年前的事。今日创世纪，咱甲咱讲，上帝甲所有会结果子的菜色，以及有种子的果子树，拢互咱做食物。地上的走兽，甲以前的鸟仔，伫地上所有的得白活米、青色的菜色，互咱做食物。所以代志就安尼完成，上帝就完成伊的创造。所以看上帝甲结果子才会会结果子才会菜色，互咱做粮食。嘛甲地上才会走的，会白，嘛互咱做食物。但是你想看觅啊，2000搁过25年，这是生物学家咧预测海内面的塑胶料，恐怕啦吼，恐惊会比鱼搁较侪。所以遮个渔民出去嘛无啥物鱼通好掠，但是今年吼特别啊，今年吼乌昂村大丰收，但是呢6月5号要禁掠，吼今日6月1号去4天通掠，6月5号就袂当掠。啊，你若有机会，你去宜兰，也是去屏东的东港，去宜兰的南方澳，去食蚵仔菜。食这你要想到一件代志，咱对咱的环境，咱是做好的维护。生物学家甲咱讲，有可能要过几十年，人类所制出来的物件，比鱼搁较侪。安尼到底上帝是创造鱼啊，创造塑胶粒？上帝无创造这个塑胶，这个塑胶是来自人的智慧对石油来提炼。有人去以色列讲要挖石油，你头壳歹去啊！去以色列哪有石油？上帝也无互雅各会互的迄个迦南地有石油，但是以色列人甲迄人讲啥物话？你敢知？阮开发者比阿拉伯人因开发地下的石油搁较深。
所以以色列人伊是开发因的头壳，全世界所有的专利啦，专利啦，以色列因手中手中拥有的专利是足侪项的，包括武器，包括化学，包括这个生物的科技，所以因是咧开发因的头壳。咱台湾毋通敢若靠这个台积电要富国神山，其实咱台湾人咱无啥物资源，其实咱嘛是咧动咱的头壳，开发咱的头壳。所以开发头壳无比讲你有天然的资源，因为天然资源有一天一定会用尽啦。总是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有智慧来管理咱所生存的土地啦。如果生态甲环境，你要选一项，如果两项人拢无法度，无法度甲伊舍去，人就爱甲即个大自然来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有可能咱看袂到污染，比咱所想的搁较严重。因为海底本色是咱看袂到，你若有去侦探，你就知影。我伫台北。中会，我拢伫教社部，我逐年拢去侦探，我拢带会友去侦探。阮的会友转来了，牧师啊，好恐怖哦！因为迄鱼网做甲你会惊死人。迄本色是啥物？逐项拢有啦，逐项拢有啦。迄有诶是旧年的本色伫迄树林内面，叫我找出来。因为安那，迄制造力是还阁低诶。几年7、8年前，拢是塑胶保特瓶。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要管理啥物？就要管上帝交托咱，爱管理即块土地。即个土地要做一个好的管家，这管家毋是干那一时的尔，因为咱的生命有限。圣经甲咱讲，你若当活到70岁，即摆爱搁加20岁。即个活到90岁，活到80岁、90岁，活到100岁，上帝互咱有即个恩赐。但是这管家是一时的啦。但是呢，爱永续经营啦，永续经营，这才是真好的管家的经营的方法。是一代搁传承，一代搁做永续经营。原住民因甲土地关的是，我要。食偌济，我着去掠偌济，安尼就好啊，对不对？因今仔日出去掠着山猪，转来规个庄头拢做伙分享。啊，今仔活迄号去拍肉，拍着水鹿，转来大家分享，啊食好了，安尼陪村啊。若有做买卖行为，迄拢是白地人啊。白地人因拢讲白人。白人就是歹人，咱来反省，因为咱有迄个买卖迄种交易的行为，咱就是想要去占有，要去拥有，要去用搁较侪物件。所以，当原住民，特别是兰斯，因咧讨海，伊讲这细只拢袂当掠，放生，咱是大小通吃啊。大只鱼仔呐，会当做生鱼片；细只鱼仔会当做啥？小鱼干，对吧？因是你若拄啊好就好，有通食就好。等伊大只，咱才搁来掠。因为经济活动，咱全部拢要掠。一届就要好掠。袂剩的才留伊家己食。这个时代，咱对这个地球已经付出真大的代价，基督徒爱思考，咱要来管理这个地球，资源要来应用，这才是人类的本分，这是上帝所交托咱。所以，当上帝咧创造的时，开始有这个次序，因为天甲咱讲安那，黑暗混沌啊，拢安尼无明啊，拢人做伙啊。印度人的食食一堆人看出来。啥物拢甲人做伙，叫做咖喱。人做伙，你也毋知影你食着啥？迄到底是洋葱，还是胡萝卜？迄到底是洋葱，还是红菜头，还是马铃薯，还是啥物？伊人做伙。但是上帝就安那开始甲这分类有次序，
有次序，所以开始上帝创造开始就是有次序，有光就有光，安那从迄个光叫做日，从暗叫做暝，有下昏有早起是头一日，然后佫从遮个水甲伊安那分开，甲水接住起来，上帝叫穹苍做天，有下昏有早起第二日，了，互遮个穹苍的水来分开，所以上帝的创造会开始有即个次序，互黑暗蓝做伙的深夜开始有光有暗，有下昏有早起有次序。所以咱今日咧过每一日，对透早到下暗，对不对？但是有个人的生活是对下暗到透早，是毋是？有个人是为着工作的缘故，爱轮班，是毋是？嘛是爱有一个次序，有休困，有工作的时。所以上帝安那，互物件各照伊的类啊，各照其类。有次序了，有这特殊了，上帝后壁创造就是安那，各照伊的类开始来分类。所以上帝开始安那，这水有大地，有足足的水，有大地，有菜色，有果树，互伊分类。有月，有年，有四季的循环，有各照伊的类安那生团做做，所以足侪动物是安那生团做做，生命延续，这才是上帝上大，互即个土地，以及互人类，互万物上介好的祝福，就是安那生团做做，生团做做。所以上帝帮助咱，上帝拢看做是好，上帝看伊是好，就照安尼。所以这是上帝伊的管理，咱看上帝管理的原则，人有上帝的形象。伊今仔日的经文，26章的头前段就甲咱讲，做人亲像伊的形象甲款式，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咱人某一个程度来看，咱有上帝的样式，甲上帝安那的形象。如果咱活出好，活出真，活出良善，这就是上帝的形象。如果咱若是做歹，这就是安那另外一面的形象，都毋是上帝的形象。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因为上帝做人亲像伊家己的像，做人做女，毋是敢若查甫的事这进前台语汉语本甲咱讲，做人做女有男有女，有男有女。所以上帝照伊家己的形象，搁伫创造过程的中间，互人安怎？互人有活气。所以做因有男有女。不管是男性、女性的同胞，咱拢相款，有上帝某一部分存在形象伫咱的心中。但是上帝已经托付人来管理世间的地上的万物，甚至上帝用土造人的时，将活气来分立人的平康，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华语圣经说有灵的活人，所以伊就真做活的灵魂，伊就真做活的灵魂。台语的圣经讲是活的灵魂。这管理权来自上帝，上帝将这权交予人类，嘛将管理的义务甲责任拢交予咱。所以上帝讲，互因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地上的精生甲野兽，以及地上顶飞的白的动物，较台湾人管理甲云豹绝种了。台湾的云豹绝种，总是东南亚还佫有云豹。听讲世界上进前有几啊种虎，有东北虎，有华南虎，有印度虎，有马来西亚虎，甚至迄个。中亚的里海也有里亚的老虎，里海的老虎，但是迄里海的虎已经绝种了，没有了，找不到了，
所以咱人是毋是伫管理的中间，即管理的过程，对上帝敢若无法度交代，是毋是一寡物件、一寡物种，叫咱管理甲无去？所以上帝将这个管理权是要交互咱，要咱互咱好好管理即个地球，因为上帝创造的是讲，拢是好，拢是好的，就算讲迄虫拖嘛是好的，蚊仔甲你叮，蚊仔嘛是好的，雨是咧飞，雨是嘛是好的，万物拢有伊好的存在，是毋是？毋是干那迄当利用的才是好，所以人有着迄当利用的好皮足好啊，所以掠好啊，然后就哪会哪少啊，云豹的皮嘛足水的啊，足尊贵的啊。但是原住民咧管的时阵，都拢抑搁换，像白地人来加速伊绝种的时间。我上帝是用帮助咱，因为你迄后壁的你，着诱惑诱人去掠，去彻查。足侪原住民若讲无工课话，安那不得不安怎？为着要迄较侪钱安那？去做山鸟鼠，去捌遮个，去测遮个几千年的茶，因为迄茶有利用的价值，人出关价，叫你去测遐个茶，对不对？遐个茶用测掉，就无采去，几千年的，几千年的遮个好茶。所以管理是要互生物甲人。生产侪啊，家庭真侪，充满全地，佮治理全地，嘛佮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所有会振动的生物，会振动的生物是咱爱去甲伊管理。这是上帝所托中互咱，所以人咧管理的中间，咱爱好好款待万物，善待万物。所以上帝从遮的结果子。拢已经互咱做菜色来食，咱着爱好好来管理。以及遮逐种的走兽、飞鸟等等的，拢互咱咧白换物，拢交托互咱。甚至遮的菜色，咱通做食物来食。要食你喙的，咱拢会足考虑、足慎重，这到底有毒无？是毋是有污染的？所以咱爱用安尼的角度来看待遮的成分。因为上帝最后创造了后，伊安怎？伊看一切是好，有下远有早起第6日，上帝将才会看做是好，有暗时有早起，有下远有透早第6日，啊啦，伊就上帝伊创造就完成了。上帝创造完成了，就将这任务拢交互人去来管理。所以人爱正的本分，就是爱做好的管理，照上帝的创造有次序，照纪律，互生命会当永续，永远继续，循环搁再利用，这是对人的智慧来发现。牧师的讲究拢是第二次使用的。我已经几啊年拢安尼啊，我拢捡办公室无爱纸来用的，因为我知iPad 上细机我看无，所以我着爱用较大机的，用较大机就必须爱影伊。我拢甲解释讲，你若有会址拢互我，所以我的纸拢是第二次再利用。利用了后呢，毋是等垃圾桶，搁爱等倒，等迄个纸类回收桶，这个纸呢。搁互遮个购物商摕去，互即个纸厂制作，搁重新来使用。过去的化妆品免使用，各位女性同胞，你知无？单调，抹面的你着起来抹骹就好啊。但你敢抹啦？无得袂出代志，你敢抹啦？袂要紧啦。人有人摕迄过去的乳液去抹石头。所以石头就金过啦，废物都可以再利用。这个阵啊，咱有人整理咱教会，就整理着迄过去的洗发露，
10几罐，我想讲遮无彩，你敢知我起来创啥？我起来愈涂骹啊，对无？起来愈变瘦嘛好啊，是毋是？哦，愈了佫芳芳，还有一点法香味。我起来愈阳台，我阳台拢用迄，我一摆加一罐半罐，就安尼摇摇，你行过拢有法香味咧，是毋是？回收再利用嘛，循环再利用，嘛上帝帮助咱，这是我牧会还袂开始牧会，一个团队甲我讲的，因为我咧教会做细叫，当咧清物件的时候清一堆，迄个团队甲我讲，陈传道，你以后要嚟遮牧会，迄堆物件还佫有通利用的，你去捡，我怎去捡，捡一寡会当利用的，所以这是我开始，还袂开始牧会，我就有即个观念。阮上帝帮助咱，互咱这物件会当循环，搁再利用。你有发现无？气候变啊，生物嘛乱去啊，不该开火，季节伊开火啊。咱爱面对未来是极端的气候，你有感觉到即马比以前搁较热？你有感觉到渔民出去寒天去掠乌鱼？有当时掠无，气候乱去啊！你有发觉到海面哪来哪悬？海岸线一直咧退缩，水哪来哪涨？因为南极跟北极的冰扬去啊，水开始咧涨啊！你有发现到无？迄水沟仔内面，也是迄渔池内面，迄根本就毋是台湾本土的物种，较会走来遐。足侪水沟仔拢有迄枇杷树位对来，中南部还佫有绿鬣蜥，迄个走来马路，伫咧车路，迄绿鬣蜥偌大只，你敢知？比一个公仔更较大，遮大只。伊讲迄库斯拉走来路里，哇，迄大只咱大较遮大只，治袂了啊！这拢是人造成的啊，为着要买啊，无价值啊，就放生啊，所以这拢咱爱每一个人来承受，咱来承受。有一日这本土物种无去吼，咱才来好好啊来反省。甚至吼，咱看到迄八哥吼，拢毋是本土种的，本土种的是喙白，爱亲像即个纸即种象牙白。你若看到迄黄喙的，迄拢毋是啊，迄拢伫泰国来，对东南亚人买来。较早人买来，伫咧鸟店是要卖啊，一只300、500要卖啦，结果无计数无好啊，就拢放出去啊。对南到北，拢总是遮个外来种。愿上帝帮助咱，生命要永续，永远继续。总是咱嘛爱对咱的物种好好啊来管理。你对空气满意吗？你对水满意吗？你对河川满意吗？透过今日环境处理，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来反省上帝创造这宇宙万物是看做好的。咱咧献歌队嘛咧唱安那，这水的美丽，对不对？上帝的创造，咱做好的管家会分分互这个地球，互伊美丽起来。彼得前书4章13嘛，甲咱讲，咱安怎？吼，逐种的恩赐做好的管家。当然，伊讲即个管家是要管理咱的教会，照逐人所得的恩赐来互相互补。但是咱毋是咱用咱的恩赐来破坏即个土地，所以咱需要互遮个处事帮助咱的土地。咱人将生物分成安那？界门、纲目、科、属、种，对无？人类是属于哪一门？你知道吗？有一日要参加茶会，茶会了，这台湾的同工足多，就有人讲有半工，互恁这同工会当去买物件，互恁单独出国，早我等路转去。第一车讲，我们要去东大门，东大门，因为遐拢卖少年人的物件，流行的物件拢伫东大门。
有人讲，我这车要来南大门，南大门就是民党啦，咧卖化妆品的，迄女性的上爱去，咧卖香水化妆品的。哦，第三车，迄个主办单位掠去参观教会，哦，掠去做出公差，啊了，迄个牧师讲，你们是属于哪一门的？第一车要去东大门，第二车要去南大门。然后一个同工就讲，我们这一车我们要去窄门，因为上帝安那甲咱讲，要入这下门，吼，这门是下啦，迄宽门是通到别门啦，迄个路是大的，入去的人嘛足多啦，总是这下门是入到永生啦。恁逐礼拜你拢行下门来到教会呢？下门好像在对岸吼，这下门就是窄门啊。求上帝帮助咱，咱爱为着生态爱付出，较济无方便，哦，爱忍受无方便，忍受一些不方便，来成为一个好的管家。因为生态为何节能减碳，哦，咱有当时啊小可牺牲舒适的生活，亲像保罗先生，为着福音，伊爱牺牲舒适的生活，是毋是？咱同心来祈祷，主帮助阮做好的管家，嘛做好的本分的基督徒来管理阮的教会，嘛管理地球，嘛管理生态，嘛管理环境。互阮在当人来会哪济，但是有诶不足是哪来哪少。我嘛知，当即个野生动物哪会哪少时。阮做人类的，阮爱反省，阮是毋是有负责任来好好啊管理主你所托中互阮来诚做好的管家？求上帝帮助阮对创世纪主你互万物处事，互这个万物各照伊的理，相是主你要互万物会当生活，互会当繁衍。繁殖，这才是重要。因为主你所创造的每一项，拢看做是好，而这个好搁再延续到千代万代，嘛，互阮人类伫这地球，无因为阮的经济行为，互阮的经济活动来牺牲这个生态甲环境。阮做好的管家来管理主你所托中的大自然，甲阮所生存的土地。阮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吟圣诗第525首，愿为万民求主照顾。我
请坐，咱即个要来奉献，由雅文执事甲罗威执事来主献。这请坐。我来通知甲报告，咱来掀开旧报的第3页，咱先来读即礼拜的经句。我读一遍，咱兄弟接续读。上帝讲，咱着照咱的形象，照咱的款式做人，互因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地上的精生甲野兽，以及伫地上得白的动物。创世纪1章26节，来请。来，搁一摆，上帝讲，咱着照咱的形象，照咱的款式做人，互因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地上的精生甲野兽，以及伫地上得白的动物。创世纪1章26节，咱来看本周的事项表，若有论直的同工，请咱注意来看，若有。迄个爱请假、爱调度的吼，咱家己爱注意。来，本会消息，后礼拜是圣神降临节，是咱教会重要的主日，也称作五旬节。哦，这是圣神照耶稣的应允伫文道的新上哦，这是新约教会时代开始吼，请咱来备办心。啊，顶礼拜伫柳湾教会也举办上主教咱唱新歌吼。台湾2009年办的圣诗修册吼，等下我会阁报告。啊，即个拜三为着和平小组、课外小组来带导。后礼拜的中昼12点半，伫会议室要召开6月份的定期中秋会甲临祝会。
请咱会长、校长、队长吼辅导来致意来参加。过来6月21拜六下晡点半吼，爱餐组有准备有举办这个煮爱餐的体验日啦吼。啊，我知影有私下有招几个这个兄弟吼来参加，你若想要参加的吼，爱用来备办。啊，所以讲兄弟6月22的爱餐一定足丰富的，所以讲恁胃肠药啊先食好，无影开玩笑吼，互恁提醒一下尔啦，吼，这一定是好食搁迄落澎湃。后来6月22上时咱也要举行圣礼典啊，咱8月份有要洗礼吼，也有4位报名，啊，咱有兄弟若有感动的，请你向我报名，还是2位牧师来报名。啊，有一柜的新眼科读经本甲教会公告吼，啊有若要搁新登记的，甲来登记吼。啊，若无就遮安尼。啊，搁来行政单位甲团契吼，拜托咱伫6月15进前，将咱7月甲9月份的论德表吼，甲团体的聚会表交咱的行政干事。教会4年读经计划，即礼拜进度到4篇105篇吼，啊，甲使徒行传，咱预定2027年当读完一遍。来，搁来团契的消息，小等的社青甲妇女团契，吼有联合的聚会，啊，秀英长老吼，要分享伊去西班牙朝圣之路啊，这西班牙语我学，我当阁袂记哩啊吼。啊，咱等下用来参加，有真好的分享，吼。过来四海读经，吼，四海读经，每礼拜四拢伫教会一劳互动吼。我看遮个同工吼，6点半就来，迄天我拜四啊，6点半来就咧准备啊吼。好，啊，过来有一个启示录的课程，第期的课程吼，啊，这真好吼，啊，欢迎参加的，兄弟来参加。过来兄弟团契，每礼拜六拢有读经啦，我无讲查经啊，读经。顶2礼拜进步到10个啊，吼啊，蔡教授啊，定拢分享这无共款的迄落吼，感觉袂歹吼，欢迎兄弟吼，你用来参加啦吼，啊，这是读经吼，啊，过来因即摆目前是读到创世纪25章啊，我读创世纪头1章的时阵吼，咱今仔读的，甲知影讲。上帝讲深色蔬菜就是黄矮啊，恁拢毋知吼。上帝就有讲啊，青色的要互恁食，吼，青色的。今仔日圣经嘛有读着啊，吼。所以讲你也看吼，拢奥秘拢伫遮。咱即样是毋讲食深色蔬菜黄矮，对吧？像我这无超过107公分的来食，一定搁悬起来。黄矮甲黄矮，吼，啊注意哦吼，听好，迄是互恁逐个毋好读久。过来。即个中年团契啊，2礼拜的分享嘛真好势吼。啊，过来后礼拜是要分享即个圣经中上神秘的声音吼，嘛是蔡梦怡教授要来分享吼。过来主日学伫8月23甲24有要举办夏令营，啊，即个夏令营了。校长也要带遮个夏令营的囡仔去到台南的天文馆。海南天文馆，我迄天有先去看过啊吼，要去遐参观吼。啊，天文馆这是真好的活动吼。啊，邀请咱这厝有小朋友吼来参加。顶礼拜主日学，伫咱的周报的后面遐看一下周报后面遐。吼，林牧师带真好的。音乐即个讲座啦，啊，其中有一个家长问讲吼，学乐器足贵的啊吼，啊，我拄啊伫遐啦，我也讲卖啦，卖贵啊。阮老爸较早若要学乐器，讲你去学指挥的上俗，一双卫生纸就会使啦。吼，迄开玩笑啦吼，嘿啊，林牧师伫主日学真好的分享啊，望咱兄弟拢爱注意吼。来参加，搁来肢体关怀的部分，
要甲兄弟通知，贤德兄长伫蒙主温调吼，我嘛来特别介绍因厝呢吼。贤德兄伫咱教会，伫咱秀春节拢伫咱遮洗礼，吼我参志龙长老嘛去甲因兜来度午上伫西屯路边科博馆边啊，开一个理发厅。贤德兄因为破病久无来昨蒙主温调，伊的查某囝有信主，甲伊的先生陈明印、赖淑华姐甲陈明赖，咱徛吼，兄弟吼，甲因关心甲注意吼，好请坐，特别为台北转来吼，来处理即个贤德兄的身后事，咱兄弟也关心注意甲带导，即个甲大家报告。后来，咱林牧师担任即个总会音乐主委这也免甲大家，这搁甲大家报告者。过来，百里伫3楼，百里徛徛，互阮看一下。百里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甲伊恭喜但是你音乐演唱会，敢若招恁兜人尔，开玩笑。来，过来献歌队。来看献歌队，先会咧，先会煞无去，先会伫倒位？这昨日甲对美国转来，今仔就参加献歌队，过来献歌队最近有几啊位青年拢参加甲问起来那雄雄来参加啦，讲阿公讲的，恁知影啥物人无？基嘉、基安、郑浩。拢来参加献歌队，你有感觉献歌队即摆水准有较低一组啊无？无影，开玩笑真认真来练习。阿公讲的，咱足毋茫讲咱教会有遮济阿公，遮济阿公讲的这真欢喜的代志宣会伫6月28，要到咱教会独唱音乐会啦昨阮咧读圣经的时阵嘛，一个趣味的代志。阮讲先会今仔日有来无啦江传兄就讲有啦，拜六早阮某来插会的时阵我有听到礼拜堂听有人在吟诗啦，在数，伊讲伊听一个，伊是讲阮某即摆来遐敖唱歌啦，结果毋是啦，是先会真好青年转来教会，转来台湾，就伫教会服侍。今仔日就来唱献歌队这逐伫咱家学乐过来关怀协会伫月底有要举办一个健康讲座，这是请咱的专家来分享，请咱来办公室登记伫礼拜日上午11点40分，甲大家报告一下。过来教界消息咱家己来看过来，咱先开周报的第8页甲第9页。这牧师真安尼详细介绍咱今仔日要吟的诗。拄仔咱吟迄条525首，有感觉怪怪哦，哪会变调去迄两第20甲第40是萧太练老师写，无共款的，就接续本土。这伫遮拢有介绍，伫遮咱来礼拜，来吟诗吟咱的诗歌的时，你去体会，阮为万民求主照顾，阮祖先的坟墓伫遮。这拢咱会当来体会，接续咱的本土的意识。过来第11页，顶礼拜兄弟为着教会甲新学院的奉献，拢牵定伫遮。若有错误漏顶的，请财务部来反映。下面具体代祷关怀时间，带咱祈祷。咱当先来祈祷。他的主，我首感谢了你，阮来到主你的殿，主啊，互阮开声，
来祈祷、来仰望，因为只有阮家己开喙，只有阮家己开喙来主你来求，主帮助阮，阮为着每一位兄弟姊妹，今仔日守主的圣日来延续主你的名，求上帝想帮助阮，阮的教会来兴起，阮的教会彼此关心。希望阮听到阮的信徒用做你恩典。93岁的年日，这是做你好顶的恩惠甲疼痛。阮甲爱上的人做伙同爱上，求上帝帮助阮。因为阮的年日有限，要看起阮家己年纪，阮伫行为、清洁、信心顶面拢做好的模样。我嘛为着少年人会当来参与教会事奉，伫圣歌队，伫逐种的聚会，逐种的服侍，拢会当看到因的好的参与，上帝帮助阮，阮会当兴起阮教会后一代，为着后一代教会的领导，阮必须要来培养。求上帝想帮助，亲像保罗先生看中提摩太，看中伊是属灵的囝儿，来鼓励伊，来培养伊，来教导伊，主帮助阮，阮的后一代来兴起，上帝来帮助阮。当阮看到顶一代，因渐渐对服侍的位置来摕落来，甚至因伫工作的位置摕落来时，求上帝帮助阮。未来是壮世代，未来是一个壮世代，求上帝帮助，互遮的中年人、遮的少年，因有年日的时，亲像加勒，愿意为主你来征战，愿意为教会来侍奉。求上帝帮助阮，嘛鼓励遮的少年人看到遮的教会顶一代的兴旺，因为无偌久，这个棒就轮到恁的手中。求上帝来帮助阮的教会，凡看见主你的阳光，求上帝施恩，嘛互阮为着阮的教会这个基督的肢体，求上帝帮助。互阮知新酒是爱得伫新批咯，求上帝帮助阮的体质是毋是有新的批咯内底，主你互阮新的酒，求上帝来帮助阮，愿主你的圣神来呼召兴起阮教会的少年一辈，是毋是顶一代讲的话，顶一代所交托的，这少年人，求上帝你对因的心来讲话，来呼召因，来感动因。求上帝你的灵伫阮教会中间，将这无好的物来扫除，因为主你创造万物的时，看一切是好。阮献上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下面咱来行平安礼。咱来行平安礼啊！这起立吼，行动者，甲大家请安吼。
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为你来领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较多丰富啊吼，有美国转来的，即个李凤甲李欣的大姐吼，转来伫咱中间吼，挥挥手甲大家吼，伫遐吼，我拄有看到好，袂记你介绍。后来咱来吟圣诗第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至圣天父，我感谢你，圣因作他的所给，心来最我为你面前对主不悔，那的事情，我你所要。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被上帝听他，圣神甲咱正大家三个别队对即时直到永远无衰。咱礼拜到遮。